你都警號啊！呢個最大聲啊！捉住呢個。呢個最大聲。而家唔係我唔俾你入去，影住佢。今日阻攔我入翻屋企，你哋都唔管。佢哋阻住我翻屋企，你都唔管。你唔好係發脾氣，發脾氣都冇用。唔好嘈，我你發脾氣有用啊？唔係你哋知唔知你係咪發脾氣？知唔知啊？你可以錄低嘅。唔係我問你啊，我錄低有咩用先得㗎？如果你係執法者，我錄佢做咩柒啫？你又唔同我有親，我又唔係同佢有親，又唔係你同我有冇親？我唔理。係咪先？咁我問佢咯，我而家問你啊，你嚟執法㗎嘛？哇！係咪？我執法人，我收晒街道嚟拆遷。街道拆遷，最大聲啲。啊！佢唔係正式工作嚟，揸住獎嘅。第一，佢哋嗱 ，OK， 佢哋唔係打嗱，冇打住警察兩個打警察就唔得啊！嗱，我同你講，佢哋嚟拆遷，我第一時間問佢有冇施工許可證，冇；有冇正式工作證，冇。咁佢哋憑乜嘢攔我？憑乜嘢施工？係咯。咁呢個係咪非法強拆？有冇那個施工證那些？拿出來！施工許可證拿出來！有沒有？拆遷許可證拿出來！拿出來！啊，那個手機也可以。拿出來！你咁樣最大聲，你攞出來！他媽的，這個是工作證嗎？媽的，這個是工作證嗎？那麼這是工作證嗎？啊，這個就是工作證。拿施工證出來。這就是工作證。你就錯㗎啦。啊，唔好叫埋手，叫埋手，叫埋手。你自己睇呢個係工作證。睇下我年先啦。他要趕出去按倒他，懂不懂？哪有我問題啊？你說的嗎？我說的怎麼樣？你過來，我同你我也過來啊！你要過來過來，你是什麼人？你這樣，哎，冇走，過嚟，共產黨在冇走，你惡咩惡？我頂你個肺啊！你個仆街！你出嚟啊！你出嚟，你自己出嚟，出嚟！住自己出嚟，你站住自己出嚟，扮鬼扮鬼扮馬！咁老閪，自己出嚟。